無人機概念係近期美股焦點，你哋有冇留意到啊？大家好，我係 Kobe， 今日同大家簡介下破頂股 AVAV。AeroVironment AVAV 係一隻軍工股，係軍方最大嘅無人機供應商，近日成為市場焦點。CNBC 6月25號報道，CNBC 主持人將 AVAV 比喻成下一隻 PLTR， 又提到北約加大國防支出，AVAV 有望成為最大受惠者。公司6月24號盤後公布業績，表現好過預期，收入按年升4成，去到2億7500萬美元，創單季歷史新高。每股盈利1.61美元，亦都比起預期好。兩大因素推動 AVAV 股價隔晚一度飆升2.9%，高見250美元，破歷史頂。我會繼續留意睇下有冇短炒機會。你哋又點樣睇呢一隻 AVAV 呢？有冇機會長炒長有？歡迎留言話知，記住下載 AACat 換領我嘅專屬觀察名單，Kobe 財智密碼，一齊瘋狂傾投資。